购物天后丝绒因整张脸大整形成为话题。近日她上节目分享自己的整形历程，更大方公开20年前的原妆照。那时她自认样貌不好看，但靠着努力背脚本和卖力唱跳，才打败超模获得主持工作。但不优的外形依然受到大众耻笑，才下定决心远赴韩国，狠砸60万砍掉重练。丝绒分享，因曾在节目上公开卸妆，却遭到大众耻笑，才决定走上整容一路，并公开20年前刚出的宣传照，尚未动过刀的原貌，已完全看不出和现在靓丽的她是同一人，却又担心今天这集过后又会被网友酸。对此，主持人吴宗宪则勉励说：“以前的酸民若现在看到丝绒，会觉得她诚实面对自己，谁不愿意让自己变漂亮？她对身体有自主权，让在场来宾都表示赞同。”不过宪哥说完却马上转头警告 Sandy：“ 你如果去动，给我试试看。”让 Sandy 傻眼，怎么讲相反的话？对于整张脸几乎被重建，丝绒表示，过去因外形不上镜，也不受欢迎，10年前毅然决然到韩国整形，直接削掉半边下巴，把脸收短，加上其他零零总总，透露整个过程花了约60万台币，在韩国砍掉重练。而命理老师詹维忠则在现场替丝绒看面相，他认为丝绒改变了容貌、眼神、气色、谈吐都不同，并点出丝绒去年对感情视若无睹，重心都放在事业，加上名字是2个字，会少了求子欲望，性也会少。而丝绒则说，詹维忠曾替他算过事业中会出现男性贵人，宪哥就是他的贵人之一。